就算你個密碼俾人偷咗，有一樣嘢可以阻止黑客入侵，就係雙重驗證啦。雙重驗證英文叫 Two-Factor Authentication，簡稱 EFA。佢仲有一個更廣泛嘅叫法，叫做多重驗證，即係 MFA。原理其實好簡單，登入嗰陣除咗入密碼，仲要第二種驗證。驗證因素分三類，第一類係你知道嘅嘢，例如密碼或者編碼。第二類係你擁有嘅嘢，例如手機收到嘅驗證碼或者 App。第三類係你本身嘅特徵，例如指紋或者面部辨識。EFA 嘅概念就係將頭先講嘅其中兩類結合埋一齊，就算黑客知你密碼，冇你部手機或者指紋，一樣登入唔到。依家最推薦嘅做法係用認證器 App，好似 Google Authenticator 咁，佢比 SMS 短信安全好多，因為短信有機會俾人中途截取。仲等咩啊？即刻打開你最重要嘅賬戶設定，啟用雙重驗證啦！